家好，我是露露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双11 59800满额赠高规格商务旅行箱，轮子呢全面加价升级，无论是人行道、粗的水泥地，或是机场的光滑瓷砖地面，都能保持安静滑顺的飞行体验。我们的拉杆跟提把全面的升级，即使箱内装载较重的物品，飞行时依然能维持良好的稳定性与方向掌控，大幅降低重心偏移而翻覆的风险。提把则具备人体工学的设计，贴合手型，还有短暂的回弹记忆，提拿、搬运或是上下交通工具时，动作更流畅舒适，而且很省力哦。这款登机箱最实用的设计就是前置笔电收纳层，候机、等车或是转乘的短暂空档，都能快速取用笔电或是文件，立即投入工作，真正做到行动办公一次搞定。随箱再加赠洗发沐浴2用组，还有2片面膜。另外我们还有多项行动包款作为满额赠礼，数量有限，快抢起来！今年双11跟着元硕一起去旅行吧！